Hello，大家好，咁我係 Alvin 啦。咁我自己從事嘅專業係情緒心理諮詢，咁專門係幫青少年啦、成年人同埋 SEN 去進行一啲心理諮詢，即係話例如果有經歷過童年陰影啊、感情創傷、親人寵物離世或者一啲行為情緒訓練咧，呢啲都會係我平時 serve 開嘅一啲受眾嚟嘅。喂，Alvin啊，咁你細個嘅時候係咪都立志想做社工啊、做輔導，所以你大個咗咧都從事呢一個事業㗎？其實我小時候第一個我的志願呢，當人哋講醫生護士呢，我係講一級方程式嘅賽車手嘅。無奈啦，咁我喺12歲嘅時候就確診患上呢個視網膜黃斑病變啦。咁因為我兩隻眼加埋睇係得1成視力，咁所以嗰陣呢，我就覺得我嘅人生都有啲迷茫喎。咁轉去咗社工室。同社工傾偈，覺得原來我係有一個適合去同人溝通嘅天賦啦。咁我初頭都覺得，咁我應該有機會係做社工啦。因為社工好多時，我喺學校校園裏邊見到嘅社工就係同啲同學仔傾偈，跟住有時撳下電腦帶下活動咁樣。咁跟住，但係到我之後呢，有機會入咗 NGO 工作嘅時候，就發現社工做嘅嘢原來係同我想象中有好大嘅出入喎。2019年嘅時候，我就開始慢慢接觸一啲同心理治療、心理諮詢相關嘅一啲 training 啦。咁慢慢我就發現自己係真係適合做心理諮詢，去幫身邊嘅人去處理問題。咁尤其是一啲受情緒困擾嘅同路人啦。咁我自己都做過青少年，咁雖然望落我好似好乖咁啦，但係我曾經都試過逃學啊，試過曠課啊，遲到早退嘅缺點少過，其實乜都齊嘅，係冇食煙嘅啫。咁所以我就發現其實有好多嘢呢係關於自己點樣去發掘去自己，同埋點樣去行自己嘅人生。咁當然啦，我得1成視力，我可以攤大手板問政府攞2000蚊綜援過活，但我就發現其實我係一個相對有能力嘅人。雖然我讀書唔叻，但我都會喺我生命裏邊好多嘢係堅持啦。咁至少我會同自己講，雖然我讀書唔叻，但係我都要係大學畢業。咁所以我就去逼自己去努力啲讀書啦。咁人哋睇一篇嘢要用5分鐘呢，我多數用2小時先睇得完。咁所以我喺學習嘅過程當中係比其他人有更加大嘅挑戰。咁不過我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人生本身就係充滿挑戰。咁所以到我大學畢業嘅時候，我係揸住4個獎學金去畢業嘅。普通人覺得好簡單嘅，對於我嚟講好有挑戰。但係咁亦都意味住有好多嘢我係做到普通人都未必做得到，而令到別人有提升嘅一個行業，去幫助更加多嘅人去離開呢個情緒嘅困擾咁樣咯。咁喺你輔導嘅生涯裏邊咧，有冇1-2個個案咧係你處理得都值得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同大家分享下嘅？咁我記得喺我做心理諮詢嘅路上啦，咁有一個 case 咧，我係好印象深刻。咁佢自己本身都係 SEN 嚟嘅，咁佢就好冇自信啦。但其實佢大學係攞好高分，一個 GPA 好高嘅成績畢業喎。咁出到嚟，佢真係唔係好知自己係想做啲乜嘢啦。成個生涯規劃佢係空白，唔知自己想做啲乜嘢。但係我發現其實佢都係對心理學啊、了解別人同埋對教育類嘅嘢係感興趣。咁經過我同佢做咗幾次諮詢啦，幫佢提升咗、重拾翻自信之餘，亦都發掘到原來佢係對教育心理學係充滿咗興趣，因為佢都想喺教育界裏邊用一個唔同啲嘅身份去幫助更加多嘅學生，去提升佢哋嘅喺教育層面嘅一啲表現。我哋討論完、傾過完幾輪嘅諮詢之後，佢就決定去外國去進修呢個教育心理學嘅碩士。咁聽到佢收到呢個 offer， 去到外國嘅時候，而又真係讀完畢到業啦，我都好大開心，因為佢真係幫緊人。咁所以我好確信一點，其實亦都係我做諮詢、做心理嘅一個宗旨，就係 for SEN by SEN。如果我哋真係就咁幫一個 SEN 去改善佢嘅生活，咁極其量只係我哋提供嘅服務。但係我想做嘅係感染同埋傳承，去令到更加多 SEN 可以幫手帶頭，去令到呢個社會甚至乎呢個社群會可以更加發光發亮，每個人都揾到佢哋嘅生命價值。咁好多人都會話啦，咁1成視力咁會唔會好辛苦啊？會唔會好唔開心啊？成日會諗過自殺啊？咁講真，自殺嘅念頭實會有出現過嘅。但係但我心裏邊諗嗰樣就係開心係一日，唔開心係一日。你堅強有一日，脆弱亦都係一日。咁對於我嚟講，與其我好消極咁過我嘅餘下呢幾10年嘅人生，咁倒不如我積極啲去過。咁所以由好細個開始，由我去攞第一個獎學金 Reaching Out Scholarship 開始，我就會挑戰自己。我去個旅行，我係會選擇自己出境。有好多人會問：Alvin，我好擔心你喎，你睇嘢得1成視力，你會唔會去咗返唔到嚟㗎？
咁但係對於我嚟講，咁你死就一世，唔死嘅大半世。你試就無妨，唔試就後悔。咁對於我嚟講，我就本住呢一個心態，就踏上人生每一個挑戰。咁所以我第一次自己坐飛機去台灣，甚至乎之後我去歐洲、去英國、去波蘭，我都係自己去，因為我覺得人生係充滿挑戰。我想趁我全失明，即係睇唔到嘢之前，我見識多啲呢個世界，然之後同自己講，我係一個勇於面對挑戰嘅人，我係一個挑戰自己嘅人。去到就算我睇唔到嘢嘅時候，我都可以回味我哋呢啲記憶。咁所以嚟緊嘅6月啦，我亦都參加咗一個戈壁4日3夜嘅慈善行，喺戈壁沙漠裏邊行4日3夜。我想同自己講，我係可以做到比其他人更加堅強啦，甚至乎我可以做一個 role model， 做一個榜樣，俾其他 SEN 甚至乎健全嘅人講，其實我哋有好多嘢都做到。我哋每一個人一出世有手有腳，但係健康並非必然。我哋今日擁有嘅嘢，我哋要學識珍惜同埋感恩。係啦，咁喺呢一個位，我都會想邀請大家啦，去發掘多啲自己，俾多啲自信自己，因為好多嘢我哋其實係可以做得到。咁嚟到今日呢個節目嘅尾聲啦，咁我都會可以講多少少，就係嚟緊下一段片呢，就係關於我同埋另一位資深嘅輔導阿 Helen， 我哋會有一個學童防止自殺嘅情緒支援服務，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。拜拜。